主后2024年6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换位思考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希伯来书第2章第50到18节。上帝无将咱所讲即个将来的世界交予天使管理。毋过，圣经有一个所在做前讲。人是甚物，你遐尼关心；世间人是甚物，你遐尼照顾。你予伊比天使小可较低，你使阳光尊贵做花冠，甲伊治，予万有拢降服伫伊骹下。上帝既然予万有拢降服伊，就无一项无降服伊。毋过到现在，咱犹未看见万有拢降服伊。咱看见迄位比天使小可较低的耶稣，已经经过死的痛苦，得到阳光尊贵的花冠。安尼，依靠上帝恩典，通为着正人死。迄位创造搁维持万有的上帝，为着要带真侪囝儿进入阳光，才着予拯救的开路者耶稣经过苦难，成做完全。事实，予人成圣的，甲得到成圣的，拢对同一个源头出。因为安尼，耶稣称呼因做兄弟姊妹，也无感觉见笑。伊对上帝讲：“我要对我的兄弟甲姊妹报扬你的名，伫因的会中吟诗学乐你。”伊阁讲：“我要信靠伊。”也讲：“看，我甲上帝所予我的囝儿拢伫遮。”既然遮的囝儿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伊本身嘛甲因相款，成做有血有肉的人，通过伊的死来毁灭迄个掌管死亡的魔鬼，搁偷放遐因为死亡的惊吓，一生做奴才的人。当然，伊在关心的毋是天使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，伊伫逐方面着甲伊的兄弟姊妹共款，通伫上帝的面前做仁慈忠信的大祭司，通予正人的罪得到赦免。因为伊家己有受苦、受考验，伊会当帮赞遐个受试探的人。换位思考，还会记得读高中的时期，上化课拢爱背诵元素周期表。元素周期表内面有钡、铀、铜、锂、锌等化学元素，咱表示甲几个元素组合做伙，会发生一种化学作用，也就是镁、铜、锂、锌。近年来，铜锂锌已经成做网络乡民的流行用语，用来反讽社会大众的滥情和理妄。笔者对同理心的理解是伫大学的时上心理学相关课程学到的。真正的同理心是将家己放踮别人的位置，用别人的角度来理解、思考和处理问题，阁会当体会对方的情绪和感受。伫广泛应用上，同理心也通称作换位思考，也就是试用设身处地以对方的立场来看同一个问题。这也提醒咱反思，面对无同的生命困境和社会议题，若简单用单向思考，真容易忽略显而易见的问题，一无小心就会陷入伫个人的偏见。当咱以自身的立场提出意见，试图解决别人的问题时，
实际上未必会当提出更较好的办法。当咱互人建议，是毋是出伫惊失去掌控的位置，拒绝失败，也惊因为失败就失去所疼的人呢？或者真正会当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，耶稣基督借着道成做人，对天顶落来地上，对上帝成做有血有肉身躯的人，就甲咱同款，因为耶稣基督亲自经历过受试探、受折磨的痛苦，因为安尼，伊明白咱伫生命中面对逐款挑战的痛苦。毋但安尼，伊甚至替咱承担罪，成做挽回祭，将咱对罪中救拔出来。耶稣基督的道成做人，是一种换位思考的行动，伊付上极大的代价，同理咱、医治咱、透放咱。德国神学家莫特曼捌讲，当基督伫各各他山顶受苦的时，上面是上帝甲咱同在，上面是上帝为咱成就救赎，要互即个代替性的救赎发生，互咱的罪甲重担得到透放。现今，咱的生命拢要因为跟对耶稣基督，伫顺服中找到真正的自由。当咱放弃地上的愿望，甲生命的控制权交互关心咱、搁疼咱的基督耶稣，就当得到永恒的愿望。伫人生中，咱会面对各种试探、痛苦，甚至死亡，总是因为耶稣的换位思考行动，伊已经赢过死亡的关系，互咱会当伫伊内面享有平静安稳，得到永恒生命的愿望。默想，对伫别人遭遇的苦难，我会通用同理心回应无？当我的生命伫一字破碎的中间，因着耶稣基督得到医治，我是毋是有能力也成做别人的祝福？对伫别人遭遇的苦难，我会通用同理心来回应无？当我的生命伫一字破碎的中间，因着耶稣基督得到医治，我是毋是有能力也成做别人的祝福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耶稣，我的主，伫每一个生命片段中间，你拢知影我的需要和软弱。感谢你无放弃我、赦免我，也扶持我。愿我的生命搁再互你使用，奉主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